縱橫家可以話喺咁多個諸侯之間左穿右插，如魚得水。但係翻到佢主要國家之後，佢係咪又真係咁犀利，可以搞得掂呢？張儀翻到秦國之後嘅遭遇，可以俾到我哋答案。去到公元前316年，當時巴國即係而家重慶市啦，同埋蜀國即係而家四川成都。咁呢兩個國家所管轄嘅地區相當之遼闊，巴國就管轄咗而家基本上整個重慶地區。咁而蜀國嘅領土呢，就更為之廣泛，向北嘅話呢，基本上就直插就去到陝西嘅秦嶺添噶啦。當時巴國同埋蜀國兩國之間就發生戰爭，同時係向秦國去求援。嗱，秦國呢邊呢，當時嘅揸 fit 人就係秦惠王嬴氏啦。當時秦惠王就打算乘機南下去征服蜀國，食埋佢。咁但係呢，一嚟道路險阻，恐怕行軍都非常之困難；其次又驚韓國得到消息之後呢，乘虛而入進攻佢哋秦國。於是乎猶豫不決，非常之難決定。嗱，呢個時候大夫司馬錯非常之贊成秦惠王嘅主張，認為咁樣做嘅話呢，係一啲都冇問題嘅。但係張儀就有唔同嘅睇法啦。張儀講到：稟告大王，我認為與其去攻打蜀國，倒不如直接就去攻打韓國。秦惠王就唔理解啦，就問張儀點解佢咁講呢？張儀就解釋到話啦：我哋秦國嘅大戰略啊，就係同魏國、楚國保持親善，而專門去對付韓國。咁如果我哋嘅大軍係深入三川地帶，即係伊水、洛水同埋黃河嘅交匯處，其實就即係大洛陽地區啊嚇。咁如果我哋大軍去到大洛陽地區去進擊新城、宜陽，咁直接推進到去依家分裂嘅周朝邊境，搶埋九鼎，攞埋地圖同埋戶籍，然之後就將嗰個所謂周天子，即係第42任嘅周王嚇，叫做周慎靖王，佢個名呢叫做姬定，女字旁，歌姬個姬，姬妾成群個姬，定係穩定嘅定。咁將呢個周慎靖王呢，就高高架空，以號令天下。咁天下各個諸侯國就邊個夠膽反抗啊？呢個先至係統一中國嘅偉大事業啊！呢個係第一次出現挾天子以令諸侯呢個計策啊，比曹操做得多得多得多。好啦，跟住講翻張儀呢邊吓，張儀繼續講到，俗語都有話啦，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。如今三川地帶同埋呢個活生生嘅周王呢，可以話就係天下間嘅朝同埋市。而大王如果你唔去爭奪，就掛住插足嗰啲少數民族部落嘅鬥爭，咁距離我哋統一天下嘅大業，可以話相距甚遠噶啦。大王，張儀講完之後，司馬錯又講到啦，唔係咁噶噃。嗱，細佬，我依家教你啦，如果想要國家富有，就首先就一定要係領土廣闊。咁想要軍隊精良，首先呢就需要提升人民嗰個生活水平啊。如果要統一天下，首先呢就一定係不斷咁樣為國家同埋人民去謀福利先得嘅。嗱，呢三樣嘢做到嘅話呢，嘿，偉大嘅功業我話不請自嚟，人哋拱都拱埋你去啦。而家我哋秦國地又細，人又窮，我嘅意思呢就係首先從啲容易嘅地方開始。嗱，好似蜀國呢啲咁嘅卡拉蘇啊，只不過就係西南地區一個部落仔，咁啱得咁巧，佢係出咗啲咩夏桀啊、商紂啊呢啲咁嘅仆街酋長，我哋去嚼佢啊，就好似豺狼去攻擊啲羊咩咩咁樣，佔領佢個土地就啱晒攞嚟俾我哋開疆闢土，攞咗佢個財產嘅話呢，就啱晒俾我哋嘅人民攞嚟富足一世啊！又唔需要經過大規模嘅殺傷，佢哋就好屈服噶啦。變相直接係一種仁慈添啦，而且消滅咁樣嘅一個部落啊，全天下都唔會認為係殘暴嘅侵略嚟嘅，而取得今次咁樣嘅利益，全世界、全天下都唔會認為我哋貪得無厭嘅。嗱，呢一次軍事行動，無論從名義同埋實際，都係堂堂正正嘅仁義之師，咁樣啊，仲可以彰顯我哋秦國除暴安良嘅屬性添啊嘛。講到呢度呢，就真係好深感受。第一時間就令我諗翻起劉慈欣三體小說入邊嗰句說話：消滅你，又與你何干呢？所以強大自身先係最重要嘅。如果唔係，就會好似嗰班西人咁樣話齋：如果你唔喺餐台度呢，就
就會喺餐牌嗰度。嗰陣時嘅蜀國、巴國亦都係一模一樣嘅狀態，包括依家我哋嘅國際環境，所以整啲乜嘢東風快遞啊、四川號啊、林林總總，包括嚟緊嘅雅魯藏布江水壩等等呢啲，真係有咗呢啲大國重器，我哋先至可以確保得到我哋係喺餐台，並唔係喺餐牌。講翻司馬錯呢度嚇，大細佬諗諗喎，如果唔係我哋去搞下韓國，仲挾持埋嗰個有天子名義嘅周王，咁樣就大鑊啦！大把人喺你背後係咁唱啊，而且呢，咁樣做仲未必有實際上面嘅利益添。我哋咁樣冒住一個反骨仔嘅惡名，而去攻擊一個天下人都唔願意攻擊嘅小國，你睇下依家呢個所謂嘅周王朝啊，呢個國家小島，唉，真係攞手指尾咗死嘅。如果係咁樣做嘅話，我哋啊就會面對住嗰啲完全唔可以控制嘅危機啊！原因好簡單，而家所謂嗰個周天子，幾乎呢就係同咁多個國家皇族都有嗰個親恩關係。嗱，好似同齊國、韓國之間就更加之親密添。而且細佬點醒你啊？呢個周天子如果知道自己準備冇得撈啦，嗰個韓國又知道自己準備要喪失三川地帶，呢兩個國家一定會動員全國嘅力量聯合抵抗，仲會向齊國同埋趙國求援添。咁繼而佢仲同埋佢哋兩個仇家楚國同埋魏國求和。如果咁搞法嘅話，我哋係壓力大啦。一個唔該逼到佢狗急跳牆嘅嗰個周天子，仲將嗰個九鼎俾埋阿楚王。韓國嘅話呢，就仲將個三川地帶割讓埋俾魏國。咁啊真係不得了啦！大王啊，如果係咁嘅狀況，我哋可以用啲咩辦法去制止啊？啱啱以上所講嘅呢種種呢，都係我所講嗰啲不可控制嘅危機啊！所以話呢，進攻韓國呢個硬石頭，倒不如就揾住蜀國呢個爛番茄係咁撳嘅。秦惠王聽完之後，採納咗司馬錯嘅意見，喺公元前316年出兵南下，歷時10個月嘅時間，完全咁樣去征服晒。亦都將被稱之為蜀王嘅酋長呢，就改封成為侯爵，亦都派陳莊去擔任呢個地區嘅宰相。從此之後，蜀國就歸屬於秦國嘅領土啦。秦國嘅國力更為之強盛，財富亦都係凌駕於各國，更加去睇唔起、藐視咁多個中原諸侯啦。今期我哋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嘅話呢，記得唔好孤寒，多啲投幣、點讚、收藏、轉發，大家嘅呢啲操作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將我嘅呢系列影片啦，去推廣到更多人去睇到。咁樣嘅話呢，我哋嘅粵語環境就可以越嚟越好。多謝你嘅支持，下期節目見啦，拜拜。